有冇新手豬豬想伸展又驚自己跟唔上呢？試下呢個5分鐘伸展組合啦。好多人以為伸展一定要有痛感咧先叫有用，其實只要感覺到筋腱或者肌肉有一啲張力咧，已經足夠噶啦。講個小秘密你知啊，明明5分鐘都唔係咁難嘅事，點解大家會覺得好大阻力呢？心理學上面有一個叫做習得性無助。可能你以前試過拉筋好痛，體育堂表現唔好，俾人笑俾人鬧，大腦就會自動將運動同埋挫敗感連埋一齊，令到你潛意識想逃避。我以前咧係懶豬都不足以形容，簡直係對皮豬豬。間健身室係1樓，我只係行1堂樓梯咧都已經喘晒氣。不過唔好咁大壓力俾自己，亦都唔好講啲批評自己嘅說話。每一次咧有投入有享受運動，其實已經係好足夠噶啦。平日都要跑咁多 KPI，點解唔放假做運動嘅時候放鬆下呢？